8秒5秒11兩分唔入。8秒55號兩分唔入，5號進攻籃板，5號兩分都唔入，5號再進攻，55號得。5號一個 block 4號失誤，0號兩分入。你甩蟲喎呢個，會兜正花。好，4號嚟嘅。13兩分入，2號助攻。唔係一啲唔好嘅環境。真係有啲似。
2號你嘅。10、見到4號15，零號兩分入。 54再18號3分唔入，1號啊。阿湯，5號進攻籃板，再2分鐘。進攻籃板2分入。8秒。0號2分入，5號你嘅。熄咗機未？冇啊冇。開住台咩6000？開住咩6000？咩6000？打呢個啲。唔使入平啊真係。經濟應該話唔係經濟。
抵玩咯，抵玩。抵玩啊！10幾人10里人，你哋得本冇？嚟啦！原來講呢啲12，你嘅11。13兩分唔入啊！18號進攻籃板，18兩分入。喂，唔好嗌啊！呢啲唔好嗌我呢啲，翻去插波。你打翻去咪得咯，點解？唔好意思 ，sorry。sorry。你講咩都得，支持。好。好射啊！好波。54兩分有74。8秒，5秒。走啊！坐落去，唔停，繼續打，插落去。好嘢，都要停開。喂，係咪呢邊㗎？喂，2號失誤。俾多次啊！有多次機會啊！冇人得㗎。睇中間。8秒，5秒，5秒啦，3秒啦，射！後面，
11秒進攻。8秒。5秒。哇，飛得勁靚！7號3分唔入啊！55號進攻籃板。好，11號2分唔入，完啦我嘅，11號你嘅。我想問嗰個70幾號幾多分？74號幾多分？冇飯啊！冇飯，冇波。喂，嗌啊！防守出聲啊！74 3分，你嘅4號2分。8秒。5秒。3-4 timeout。加油！佢話差啲甩頭，74號話差啲甩頭，爽啊嘛！淺色天花門，13號2分。白色timeout，白色上半場timeout用晒。我想問我哋簽翻未？兩個。仲有2個。又俾人快咗。係仲有3個。
食個爭都幾係嘢喎，幾金喎嗰下。見到1號嘅。翻晒。2號偷波。5號2分唔入嘅。12喂，好明顯你坐得未夠再話11 2分入啊，5號助攻。所以呢個係18號咯，呢個佢係上次嘅18號，即係冇number。55 3分冇啊！哇！淺色5號2犯。
見到。追晒。我就係。掹開少少，太埋啦！頭先嗰兩三球，攞埋啦。係啊，啱啊，擘開啲啦，高啲，高啲，咁收緊。12個。走我啊，5號，7。3秒。12、3分。9號。10。18、3分唔入。11號進攻籃板2分唔入。8秒。5秒。繼續。11、2分唔入，74、18號。喂，未輸打到同得佢做咩啊？18入1。18第球唔入，我嘅9號。對啊74、3分，你嘅11。唔好理啦，翻去防守啦，羅馬好多快攻啦，拖啊！會就換㗎。4號3分，7號就冇。9號15、18扣分。去晒。
緊要。對鞋爛咗使乜嚟㗎？搞邊科？ 18兩分。睇人，俾啊！啊，約啦，我腳呢度。我驚咬頭。好下段。好多湯。4號3分鐘。點追啊？而家幾比幾啊3-4。？4比幾？打埋佢，打埋佢，打埋佢。8秒。哇！阿 Gary 8啊！秒。有個人真係配各樣對鞋俾我，出晒咯，留翻前喺度。唉，見怪不怪啦呢啲，我哋話俾你聽啊，想攬自己，好香啊！球證個教練講，哇，你個球員拍自己嘅大髀啊，使唔使我俾天佢啊？啊，當堂唔敢出聲啊，要真係傻。唉，見怪不怪啦。我快揩下都唔得嘅，真係唔好打波啦。乒乓球拍都掟啦。真吧。5號2分入啊，18助攻。7號你嘅。翻嚟啦！好慢啦，已經翻得。 5號2分入啊，2號助攻。白色7號2分。可能佢繼續跑晒嚟打。佢嗰度。2分入啊！10秒進攻。2號啊！
嗯。唔係啊，爸爸其實做啲係啱嘅，真係唔使瞓。8秒進攻，5秒。2號2分入啊計，5號再攻。City House 3次。8秒。白色天花門，13號3分。5號2分，唔該。佢換咗度。應該人借俾佢。2號。
2分。對波。後兩21兩分唔入，零號進攻籃，2分唔入。3秒，7秒。7秒進攻，7秒進攻。好，計。1號2分入。係啊。4號2分唔入，54我嘅11。射好啊！抽籃板。仔啲啊！攞手！哇，正啲啊！見到50。仲有2個。深色1號3分，添多3次。4號2分唔入，5號進攻籃板2分唔入。8秒。
邊方門。4號佢第一球入咗太貓。3七time out。未知喎，未問。佢哋未問。你問㗎？就要逼㗎啦，唔好俾佢行晒入嚟先。你都幾搞笑。佢又可以裝翻啦。手唔到出聲，唔好望住咁啦。係啊，又話逼喎，咩人咧？佢開波都要逼人㗎。射咩人啫？4分啊！哇，做咩射之後再逼喎？你出去食完之後再去翻，看冇我哋。你射啦，先。3分唔入，5號你落手啦，啱啱。射波。有冇3個啊？仲有一個。入波暫停。下半場攤包用晒。邊個攞波射啦？踢邊個要接波射啊？入到就逼，入唔到就冇㗎啦。5分啫。邊個攞波邊個射啊？唔係74喎。係咯，點解呢個射都有波嘅？點射啊？我啲試下。喂，揼釘撩翻出嚟射3分啦！攞埋出嚟。好啦，快啲打完啦！深色號4犯。全部未完啦！點解咁快執嘢咁樣？唔入啊！第一球。但佢哋冇理由早完喎。佢哋遲咗，佢哋搭3先開。點解冇嚟啊？